世人追求方位嘅公平生態啊，大家相對都係比較關注嘅社會現象之一。消費力不足嘅經驗，似乎係多數人缺乏購買能力。Consumer spending power， 其少數所謂既得利益者掌握咗巨額嘅財富，而呢其少數掌握巨額財富之人，畢竟消費有限度嘅。而大多數先係消費市場 consumer market 嘅主力，如果消費主力大軍手中收入有限，即缺乏錢支出，呢度承上啟下，咁樣會引起消費乏力，會導致各種嘅產能難以消化，一環影響另一環，即環環相扣。經濟發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便會相應不景氣，即受到阻礙。措施應該有之，能夠推廣，好似中國經濟學家陸橋源先生咁樣關注嘅問題係完善處理社會分配不公對經濟嘅影響，換而言之，理順財富嘅分配機制，讓普通國民擁有更多公平獲利嘅機會，同時能提升社會嘅保障水平，先能激活消費潛力。Consumption potential 為自己國家嘅經濟注入持久嘅動力。當普通國民感受到生活嘅希望、時代嘅溫度，身體自然有暖意啦，社會也會更加和諧美好。順利有國家吧。